最近廣州規範咗一啲經典粵菜嘅英文名，其中大家食開嘅叉燒啦、雲吞啦，佢嘅英文名咧唔係普通話拼音嘅叉燒、軟吞，而係粵語譯音嘅叉燒、雲吞。嗱，其實咧粵語譯音嘅呢啲叉燒、雲吞嘅名咧，早過普通話拼音100年啊！嗱，話說100幾年前咧，廣東人去到美國、加拿大淘金修鐵路啦，下南洋去新馬泰啦，再去歐洲啊、大洋洲揾食，好多華人開餐館整粵菜，咁餐館都會有外國人嚟幫襯噶嘛，咁外國人入到嚟，呢個係乜嘢嚟㗎？咁啊，廣東老細就話 ：This is 叉燒 ，This is 雲吞。哦 ，I see。而家喺外國好多餐館咧，叉燒雲吞啊，都係用粵語譯音嚟譯噶。嗱，講粵語嘅人有句說話叫做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啊。嗱，呢句說話誕生於上世紀50年代，嗰陣咧大家都冇乜錢，但係響應號召啊，好多家庭都生好多仔女，生多個仔女咧，荷包就要縮水啊，生活質量直線下降。所以嗰陣一家人可以圍埋一齊食一餐叉燒，都係好幸福嘅事。咁如果辛辛苦苦養大嘅仔女唔生性唔孝順，咁啊真係生嚿叉燒都好過生你咯。你係邊度人啊？你有冇講過或者聽過呢句說話呢？